有幾條疤幾翼啊，放下粗口就會大嘅。我叫黃韻妮，今年23歲，係香港城市大學嘅學生，亦都係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嘅代表。我4歲開始玩嘅，咁所以玩咗差唔多20年。唔踩咧好怪啊個人，即係 part of my life 啊，即係如果1日唔踩都仲可以，但係如果超過3日唔踩咧，我就覺得周身唔自在。就算整親冇所謂，即係呢啲無可避免嘅嘢，咁但係中意咪得咯。我中意同人鬥下，咁我係中意贏嘅。咁我讀緊嘅係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， 我自己出去比賽，我就接觸到唔同國家嘅人。不過俾到我嘅係除咗係嗰種刺激感啦，好去同埋就係點樣睇呢個世界啦。比賽對我嚟講係我嘅目標咯，做好然後 break 咗個 PB 佢啦。最 proud of 自己咧就係11年嗰陣時嘅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 咧，就攞咗個第13名嘅，成個香港都未試過咁 high ranking 嘅，所以我覺得我都做到嘅喎原來。4年前我自己有個300米嘅紀錄啦，300米跑28秒3啦，但係我呢4年 break 都 break 唔到，我都其實係好驚，因為想 break 翻我自己呢個 record， 但係我做嘢都做唔到，我自己係氣女嘅，做運動員嘅生涯唔係好長，咁我想喺我掛靴之前啦，有啲人會記得我咯，例如我嘅 record 啦。即係我係個學生運動員啦，我唔係一個全職嘅運動員，同一啲全職嘅運動員比賽，亦都同佢哋 level 差唔多，甚至贏佢哋嘅。我覺得我付出得好值咯，贏到佢哋，咁其實嗰種滿足感都幾大。U Star 大專做大事。